刚秋擦了头，美度帮浪也，对那呢抗比别个年成，说嘛扎起来的，俺论证吧，林风云。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雪融大地，花开高原，欢迎各位收看康巴卫视格桑拉星空音乐会，我是主持人林峰。我们的音乐会的名字叫格桑拉星空音乐会。格桑拉是藏语给桑拉的音译，指美好时光的意思。它的英文呢叫 Get 桑拉，是收集歌曲、收集幸福快乐的意思。那我们的歌会呢，就是本着这样的初衷，收集歌曲，收集快乐，让全世界的人们看到我们高原的美好，看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美丽。那这一站呢，我们是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到了高原江南弦子之乡美丽的巴塘。因此，虽然在深秋，可能在高原很多地方这一刻都已经很冷了，但是在这里，我穿着一件西装。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凉，但是有大家的陪伴，我感觉到很暖。那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巴塘，我们这个舞台的主角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巴塘人。我们将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歌声的陪伴之下，把巴塘的美好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向世界来展现。各位准备好了吗？刚才弦子让我们拉开了今晚音乐会的序幕，接下来他们还将有更精彩的表演等待着大家。首先，让我们用掌声。对不起，现场观众很少，我听不到掌声。公屏外的你扣一波666，我们欢迎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巴塘9个嘎斯笑。扎西德勒，真棒！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老师们表演的棒不棒？扎西德勒，怎么？哎呀，扎西德勒，扎西老师好！哇呀，谢谢各位。把这杯酒干了。您说，这杯酒干一下。这个欢迎我的酒，这个。啊，真的，这个是真的呀！哎呀，太热情了，太热情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但凡我们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美丽的高原，我们热情好客的藏族同胞会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
最醇香的青稞酒，还有我们最美好的祝福，祝福大家一切如意，扎西德勒。二弟，来几位老师向前走一点点，我们前面的光才好一点，让大家看，来，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来自巴塘的几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在我们巴塘特别有名的，这个尤其是在咱们弦子界，我身旁的这位啊，他的名字叫扎西老师，在几年前我就采访过他，这是我们这几位都是哈。是我们优秀的弦子传承人，特别了不起。亚不人，扎西老师好。你好，你好。这好久没见了，您现在还每天都在拉弦子吗？这还在拉。这个扎西老师不仅在拉弦子，还会唱弦子，还会制作弦壶。哎，就是这个弦壶。弦壶。现在还在做吗？还在做。还在做哈。我记得那一年来到你们家里面，我看了您制作弦壶的过程，采访您，同时在你们家还吃了团结包子。巴塘这个冒面哈，那个时候身材还比较好，一口气儿不小心就吃了7碗。还有吗？现在还经常做吗？还在做。老师，我这次来呀，其他的美食都吃到了，就是这个冒面没吃着呢，咋办啊？明天可以吃啊。明天可以吃啊，那明天我就来了哈。好，谢谢老师，阿哥，全名了介谁？我叫葛荣责任。葛荣啊，葛荣老师，您跳这个弦子多少年了？大概有40多年了。40多年了吧？哇塞，您今年多大岁数？我今年就是65。40多年，2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跳弦子哈，怪不得您这个弦子跳得这么棒，也是咱们弦子的传承人。亚本人为您点赞。您呢，阿哥？高荣啊，阿克高荣，您跳弦子多少年了？50多年了吧。50多年了，您现在多大岁数？70了吧？哇塞，真看不出来。您看这弦子呀，不仅让我们的身体好，这精神状态也好，哪像70多岁的人嘛？这个弦子在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宝贝。最喜欢的。哎呀，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你们呀，就是我的宝贝。二弟，安妮，您多大岁数？60岁。60岁，您个平时喜欢跳弦子？喜欢跳。都什么时候跳啊？想起来就跳。想起来就跳。睡了一觉，哎，这个音乐挺好。尤其看到我们康巴卫视的音乐节目，也跳，在屋里就来一段。谢谢。您呢？我叫唐芳玉。唐芳玉，哦，这名字，却伯利林贾利人。这么别的，就是咱们说的团结族，半藏半汉。哦，这个团结族半藏半汉。妈妈的女儿嘛。对。贾利当伯利，阿妈这个伯母，二弟，您从事什么工作的？我是政府的职员。在咱们县上是非遗协会的副会长。非常好。我们经常在一起研讨一下弦子呀，然后就是收集一些老一点的弦子，古老的经典的弦子，然后再创作一些新的弦子，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害怕在老一辈过后，我们的弦子不能够传承下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必须把这个弦子的传承，挑在自己的肩上，然后让它继续的发扬光大，让它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真棒，在这里给你们鞠一躬，谢谢啊，谢谢你们，你们是这个辛苦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个工作者，既肩负着我们传统民族文化的这种传承，又担负着我们这种民族文化的创新的形式。扎西雷雷，卡中，您呢？你好，我叫依稀志马。依稀志马，哇，您的声音好好听啊！谢谢。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呢，我们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大家都是爱好巴塘的这个民间的文化，像弦子啊、歌卦啊，还有这些内饰的艺术，我们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才会凝聚在一起。真棒，为你们点赞哈！你看看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可能也有不同的民族。我就知道在四川，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有很多，他们其实不是藏族，但是他们要穿着藏装，穿上马靴，而且连脖子上的项链他们都要戴得很专业。也要跳我们的巴塘弦子，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今天我们的对民族文化的这个传承
以及重视是离不开的。当然了，和各位的辛勤工作也是离不开的。在这里向各位道一声感谢，同时也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扎西德勒，小万郎中，策人乐家，谢谢几位老师，谢谢。哎呀，谢谢，感真切。您看看，感真切，哎呀，这上头了。接下来什么节目忘了啊？这个针灸，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康巴卫视每年都有到基层去行走，和到基层和基层的观众去联欢这样的一个传统。巴塘这个地方啊，我已经来过6、7次了，因此对我们巴塘这个地方很熟悉。每年呢，不仅我要来，而且呢，我和我的歌手的小伙伴们也一起来到。今天虽然我们的主角是地地道道的巴塘人，但是仍然带来了一些我们优秀的歌手老师。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质量那是亚不忍。那首先要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她呀是一位美丽的阿姐。她不仅是一位歌手，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搭档，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频率的主持人。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扣播666，欢迎阿姐仲白，有请。我
특지체 조금남바 스톤지가 가르치고 오니 지득 담비 바와니 양치를 한바 춘향남도 어톰 죽고 뭐제거니 알레양 지금 버지임비 한바 춘냠스 지르고농 특지체 특지체 향녀의 조금남바 참드니 양치를 한바 춘향남도 파사 노르웨이 랑제고니 공포가 망라지 버지임비 남바추 특이했던 탐바르몬 특지체
阿肉嘎真切，谢谢钟梅阿姐。接下来有请扎西邓珠为大家带来弦子独奏《喜八堂》。谢谢扎西灯珠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独奏，非常感谢，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在咱们美丽的巴塘，还有一支特别的团队，他们呢是一支童声合唱团，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曾先后到达过北京、上海、广东等很多地方，也曾走到过大洋彼岸，去到了国外，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呢也是涉藏地区第一支童声合唱团，没错，他们的名字叫天籁童声合唱团。今天呢，在我们的歌会现场，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他们其中的两位4年级的朋友，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舞台交给他们，有请他们用歌声为大家送上来自巴塘儿童的祝福，有请他们。
谢谢丹真金宗责任尼玛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声，谢谢，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青年优秀藏族女歌手德格达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有请。Karenci, metini cina macam mana landela? Kawan orang jenca hibalion kerja api, soma gabu tu coba yang ini cah himat hiwai, Karenci.
自己工人们也嘛都没，没有人比起来我村中准备搞我村里连这种。把他给找不能吧？我没得嘞，没听你前那把中年了的啦，我让你给中医，看把这个西不利用的不经比，从嘛搞不到找不容易扎西么的西玩意，搞点起。
谢谢德哥大庸带来精彩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洛荣次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阿吉拉冲，拉萨玛强，拉萨强，哎呀你阿吉拉冲，拉萨江粗地拉加油啊，吉拉冲。拉萨玛恰拉萨恰哟，拉萨江粗地拉加油啊，吉拉冲，啊吉拉冲，强多玛恰强多强，哎呀你啊吉拉冲。强多吃你巴拉加油啊，吉拉冲。强多马尔加强多加油，强多吃你巴拉加油啊，吉拉冲。啊吉拉冲，巴瓦玛强，巴瓦尔强，哎呀你啊吉拉冲，巴瓦下穷地拉加油，吉拉冲。巴瓦玛强，巴瓦加油，巴瓦下穷地拉加油啊，吉拉冲。阿吉杜拉查莫，多拉雷松查莫哟啊，吉拉冲。巴瓦西比图拉。呀，记得同你走，爱怕云巴头，哦，欢迎朋友来巴塘，哦啊，吉拉冲，呀，谢谢。啊，吉拉中，这个歌改编了是吧？还有巴塘的旋律哈，特别的棒。来，好，此人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知道我是谁吗？林峰哥哥，好久不见了哈，好久不见。上一次是7年之前，对吧？我们是的在一次公益晚会上相见的。哥哥跟你说，哥哥今天胖了，这几年。我也胖了不少，说明我们吃得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我们都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我身旁的这位呢，是我们巴塘的优秀青年代表，他的名字叫洛荣次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次仁。主播从马扎西德勒，俺的罗总策列员，大家好，我是洛荣次仁，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美丽的巴塘，谢谢。真棒，谢谢次仁，刚才带给我们一首经典的弦子歌曲，叫《阿吉冲》，对吧？也叫《阿吉拉冲》哈。对，是的，是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在你的家乡，在你的身边听你这首歌，感觉到特别的好听。那次仁，是先天性的视障，但是他用音乐，在他生命里给我们谱写了生命的五彩华章，特别了不起，为您点赞。亚布瑞。谢谢。谢谢。你是
怎么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的呢？此人？是这样的，因为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我的心声。然后呢，我想把家乡对祖国的爱唱给更多的人听。了不起，特别棒。此人呢，这几年啊，也是通过我们现在的新媒体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方式，对吧？也向外界这个传播着家乡的文化，也在宣传着家乡，为家乡做着自己的贡献，非常的了不起。那今天啊，说句真话，您的歌啊没听够，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来一首啊？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ANU 的《Fly》，我要带着我的梦想从这里起航。扎西德勒，谢谢，有请。我将从你看你的结局心康拉真的觉得么的黑的错了盆嘿盆
真棒！这里此人，马坡那里哇啦叫人，罗荣此人最棒的。谢谢谢谢谢谢罗荣此人，谢谢谢谢谢谢，慢一点，好，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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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此人，真棒，特别了不起，一位年轻人带给我们动听的歌声，我们也祝福罗荣此人在他音乐的道路上能够飞得越来越高。亲爱的朋友们啊，巴塘啊是我们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这里不仅有我们大家熟悉的巴塘弦子，还有巴塘歌卦。巴塘歌卦藏语叫写颠或者叫写颠倒啊，是我们巴塘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可以称作是游戏歌。二嘞，人啊，您看看大家都准备好了，接下来主持人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欣赏老师们带给我们的歌卦，有请他们。感谢兄。谢谢谢谢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这就是我们巴塘的歌卦，谢谢各位，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罗布桑珠为我们大家带来歌曲《堆鞋》，有请。那里的人们唱着哒哒滴哒哒滴哒，那是河对鞋的调调，阿爸的情歌收了，酿一首动人的情歌，远方美丽的姑娘在那和你一起在唱。唱怎么唱？怎么唱？怎么唱？
참오 까맣게 라브 제넬라 몰라 나이지 너희 제동규와 메베 우나샤로나 제넬라 몰라 나이니 너희 샘무님 담참오 까맣게 라브 제넬라 몰라 나이니 너희 제동규와 메베 우나샤로나 제넬라 몰라 나이니 너희 샘무님 담참오 까맣게 라브 제넬라 몰라 나이니 너희 제동규와 메베 우나샤로나 도전아 아니 라리양 아니 컴패니지 레고 냠도 제베 파르탄리아 아니 레게다 냠 좀 줘봐야 아니 가브스타 춘스 아니 무투네 루셰 자즈 다베지 로주제 콘리아 무슨젤이야 친교 루셰지 안 루셰드 치두다 레베 퍼유다 아니 파무 빈치다 사무로리아 핑교 루셰인데지 안 제잔 루셰디 아니 나레 퍼유레 아니 내얌디 아니 경내 뇨도 죽집에 문두슈아이 자주 내게서 부야이 도전아 예 사다른 분의 기나조 루드뷰 나이즈의 부유 나이즈의 파무 나이즈의 빈치 기나스 타샤테 빈베 I wanna sing a song for you. 사타야네 가와걸 부유체네 멜로나 내 밤에 쉐레제 네 모래리 얀주만주 치킨기 미소기 내가 입은 치제 대화동 자체양 쓴바퀴즈 초수차이 벌초기 불지킨 남대부히 자투나두 남라셰 나이자당 일라제 낭에 담그나 람두제 자투나두 남라셰 나이자당 일라제 집에 대파유 초술래 런다망부 렁유 잼베 투디소 렁이지 부파유 조수대 강해망부 마마 잼베 투디소 렁이지 부치마르 내대 레화동 자체양 쓴바퀴즈 초스차이
把기술 조사유 배초기 불지킨 남대 부인 자투나 두남 라셰 나히자다 힐라체 낭에 담그나 남두젠 자투나 두남 라셰 나히자다 힐라체 자투나 두남 라셰 나이자다 힐라제 낭에 담그나 남두제 자투나 두남 라셰 나이자다 힐라제 집에 해파유 조술래 집에 해파유 조술래 도전아 아니 다 듄리아 루시니자 아니 대브르시에서 아니 죽슈데야 다 하나 상물로 강에 가서 전에 아니 남양 초와리야 이 심슈처 말이 제자 아니 죽슈데 루시 나와 줘보지 아니 마리오 아니 생겨서 부야이 도전아 다른 부 보모 셈라젠 다우 원의 공기실에 일을 상랑젠 쇼베니 슈남 라셔들 기기 쳤을 tumung 안에 있음 기배 섬질 랜선제 새 몰라 쇼세 추낭배 우수투자나로 난당 힘 졸란 냠도 매배 투티낭 마마 롱줘보나 마리옥서 팅마슬레메 강을 캐스체 내 인트로라면 소리가 마리옥서 팅마슬레메 좌우 분위기 뺏어와게 사타경을 봄 못한다 대부히는 삶 기쁨 매들로 들레네 이기뚱에세 닌다키란지 유용회 뒤뒤꾸네 대 열군된지만 붙이네 제외 뒤뒤샬 인보라 구유리난 송 기초순 매배 뒤라 제초라 뒤탄디니 카메라 나와 기벨루틸레 마리옥서 팅마슬레메 강을 캐스체 내 인트로라면 소리가 마리옥서 팅마슬레메 좌우 분위기 뺏어와게 강갈라 모달자웨 인조마에 강라메 도달자웨 에지슨 레니 마리옥서
마술레메 강하게서 내 인tro라면 소리야 말이 없어 Take 마술레메 좌우분위기 뺏어와게 One more time 말이 없어 Take 마술레메 강하게서 내 인tro라면 소리야 말이 없어 Take 마술레메 谢谢谢谢，好好听啊！来吧，站这儿吧，站这儿吧，咱们一起好吧，跟我一起告个结束语好不好？各位，因为相聚，因为美好，因为歌声，因为快乐，显得这种相聚的时间特别短暂。但是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跟各位说一声，今天的音乐会就要跟大家说句再见了，非常感谢。刚才呀，在台下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看咱们吗？我刚才在下面看了一下抖音，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看了一下我们的香巴拉资讯 app 号，抖音上有7万多人在线观看，将近8万人，然后视频号还有1万多人，将近2万，这就是10几万，加上我们那个香巴拉资讯，一共10几万的观众朋友们在线观看咱们这场歌会，真的跟大家道一声谢谢。有了大家的陪伴，我们深秋巴塘的风吹在脸上都显得格外的温暖，阿雷。是吗？谢谢大家，在这里真诚的感谢一下各位网友，谢谢你们对康巴卫视的支持，谢谢大家对康康的一直的陪伴，感恩切，谢谢。在这里呢，最后让我们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在星空巴塘的星空陪伴之下，在我们格桑拉优美的旋律之中，共同为巴塘送上我们美好的祝福，祝福巴塘的明天更加美好，祝福高原人民吉祥如意，幸福安康。扎西德嘞，来吧！嗨，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各位老师。